欢迎大家搁继续来参加大慈法会共修。今仔要甲大家介绍的是大甘露明王第19讲。第19讲是来言因接，因接甲因接是同一个意思，但是修习佛法，伫人生的活动，顶几礼拜甲大家介绍过，就是讲念佛毋是干那往生一条路，念佛同时也具备所有的这个修道必然四行法的要领。除了讲是发愿，也甲修持，甲正果的这个条件以外，伫这个参大众相处的时阵，佫较是一个上界重要的一个功课。所以这个因接，当然参佛的这个境界呢，是共同一体。第19愿是讲，说我得佛。十方众生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至心发愿，欲生我国。临受奖的时，可能不以大众为骄，献于人真者，不出切界。一般的这佛教徒伫咧念这阿弥陀经的时呢，往往就是讲。把手轻轻把这个字念过去，无把这个意思呢吸收伫咧脑海内底，所以读经呢未开悟，上经呢也未开悟，是爱来对现才会开悟。对现也就是实践的这个意思。实践这个观的一个要领，就是十方众生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至心发愿。所以一般的这个佛教徒呢，伊就是伫咧念经的时啊，无法度通去理解讲经句内底。到底是咧讲啥？就该念过啊！你是啊，甲这个上经当作是一个超度的一种功课，实际上上经无法度通超度，啊，上经也无法度通消灾，伊必须是爱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。无发菩提心就无可能。修诸功德，所以这是必须要知影的一个功课。所以发愿生我国啊，我国当然就是指极乐世界。人的这个生命伫人间呢，真短暂，真紧呢就会结束起来。所以，伫这个短短的这个60-70年的这个时间，这个过程呢，大多数的人，往往就是忽略了生存的这个意义，而且是学习、成长的这个过程，往往都是忽略了真正的道理。所以，伫人间
间呢就无目标，无目标呢，伊所做的工作，毋管是偌努力，毋管是偌出名，毋管是赚偌济钱，短短60段中间就会结束起来。毋管你是偌伟大，毋管你是偌了不起，总是到落尾呢，白做一场啊！所有的努力，所有的工作，拢总是一场呢空思梦想。那安尼先讲起来，人生所有的这斗争，所有的这情绪宽容，完全无意义，完全是属于众生的这情绪的这活动。所以虽然是安尼先讲的，伫人间的这个工作，总是真短暂。就是爱甲伊好好活过去啊！就是大多数的众生，所谓众生，就是毋知啥物是叫做道理，叫做众生；知道理，就毋是叫做众生。啥物是知道理呢？知道理就是定一个目标，一生一世向这个目标前进。人间发菩提心，就是为大众发菩提心，为众生发菩提心，这个就是叫做菩提心；为家己就唔是叫做发菩提心。所以众生在发心的时阵，掺杂了真侪家己的这个情绪的这情欲，情绪的这情欲呢？这我已经讲过一多遍，就是讲自私的一个概念。自私伊就是一种情欲的发展，所以用安生的这个自私呢，伊所吹着、所结合的众生，也就是自私的这个众生。愿意为众生牺牲奉献的，这个就是正确的无私的这个菩提心，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。所以这时阵，人间的功课结束了后，佛甲诸菩萨来迎接，所以叫做来迎迎接。这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功课。两个修道不是刚刚一个比卡为手，安尼是安尼啊，伊是爱来兑现出来，无来兑现出来，永远就无可能通实践这个良好的功课。第19愿的这个来迎迎接。有来迎不来迎的这讲话，众生何德何能，会当互阿弥陀佛来迎迎接，所以这是该斟酌思考的一个问题，斟酌思考的一个功课。第一就是讲，以正信、正念、仪态阿弥陀佛来迎接，但是大多数的这个修持呢，伊是无法度让你理解如何才会当感应到阿弥陀佛来迎迎接，所以有叫做正行也甲实行的这个功课。正行是专念。实行是兼修，所以专门念佛的这个信念、往生的这个叫做修行的这个方法会当得到成办。那实行是不是会当？你就搁较
的这效果呢，当然，这就是后来所发展出来讲，有搁较侪的这个功德啊，会当得到这个阿弥陀佛甲诸菩萨来迎接，这是相当庄严的一个代志。受阿弥陀佛亲身来迎接，甲这个发愿的这个功课，就是我现在这个讲的落实信仰真正的这个道理。那讲信仰，信甲信一字呢，就差不多一生一世呢讲袂完。信的这个功课呢，伊的效果也是三大条讲袂完。信一字，伊的这个威力是相当的大。伫人生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功课啊，所有的这个众生，伊之所以谈佛甲菩萨结缘，这当然就是对世的这个修持这个世界所结来的这缘，因为修持这个世界，所以当然受到诸菩萨的这个围绕，所以这是一个健康的这个道理。这就是讲，伫人生的这个信仰落实伫这个现实的生活内底，人的感念，这人的感念，伊也是上界重要。对于欲生我国，就是想这个往生叫世界的人，伊必须要准备的一个功课，会当落实伫这个愿，也就是伫往生的这个道路顶头，得到一个决定的一个成果。这个是伫人生修持的这个功课顶头呢，必须要知影的这个底线，就是把这个目标定下来，一生一世呢，就是向这个目标前进。所以有大多数的这个众生在发愿的时呢，总是感觉连一个愿都发明起来。所以你要再讲这个愿，搁再落实，就搁较困难。头前的愿无建立的时阵，就是无目标。无目标的信仰，这个就是毁灭的信仰。就是讲，伫这个人间所做的这个功课呢，无法度来延续。大多数就是讲，这个生命结束的时阵，请来这个法师呢，来上经超度，安尼是一般的仪式而已。任何功力搁较大的这个法师，都无可能来超度，爱有愿力，发菩提心呢，爱这个修诸功德，至心发愿。发菩提心是见行，修诸功德呢是杂行，研修的这个意思。至心发愿呢是落实发愿的这个功德，发心的这个功德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概念。大多数有教徒呢是无法度通理解这点。
所以必须要透过种种这个语言包装、广告包装、其他种种的这个包装，这些拢都是自欺欺人，无法度人得到正果。那无法度得到正果的时呢，就会变成做短暂的信用。这个短暂的信用就是讲，头前的福已经过身伫咧后壁无去出现。为什么会无去出现呢？就是无法度的心会难出现，所以这就变成做短暂的信用。所以前福甲后福的这中间要经过46亿万年的这时间啊，才会来出现这第二福。那这是相当重要的这个功课。伫第18元内底，修持的这个方法，以佛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。这个拢都是落实信仰第一的这个功课。落实这个信仰的这个功课的这个目标啊，这就是讲，顶世人有这个愿，所以伊伫转世伫现今世的时阵，这个愿呢就会延续。48愿伫过去世的这个大甘露明王的这个修持所发的这个愿呢，伊实际上也是整个佛教义的精华。当然有其他的修持精华，这拢是84000万之一。有复杂的这个精华，当然嘛有简单的这个精华，要点是就会当往生的这个精华。总是无把这个愿落实的时阵，伫人间的修持就袂当这个效果，变成做这个空修一场啊，到落尾的时，我也袂当这个结果。希望大家伫修持的过程，会当知影这个原理，真正呢，这会当落实。若是无法度人去体悟呢，就无法度人落实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每一个人甲每一个人，拢讲什么人也无可能去帮助什么人。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这个大悲法会，继续跟大家讲《大甘露明王法》第19讲，来迎接愿。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念佛的方法，它不只是空念而已，它必须要知道念这个阿弥陀佛有什么意义。很多人就是每天都要念几遍的、几十遍的、几百遍的阿弥陀佛，但是念阿弥陀佛有什么意义？不晓得，他没有办法知道阿弥陀佛到底是什么，或者他只是看到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像，或者是当作是每天早晚的这个功课而已。很多人把念经当作是课诵的仪式，或者是超度的仪式，
坦来讲，念经是无法超度的，它必须要有其他的科仪。念经是修持的一种方法，但是很多人就是这个睁着眼睛，一个字一个字的从头念到尾，却不晓得经文里面所说的意义是什么。第19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自心发愿，欲生我国。临寿终时，假令不与大众围绕，现其前者，不取正觉。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念过去，念完了，那就算是法会结束了。不晓得他念的这一句话里面有什么含义。那往生我国啊，我国就是指极乐世界。要往生我国，有许多条件，它不是毫无条件的。上个礼拜跟大家介绍过的，它必须是有一个因，发菩提心为因，然后有修行，大悲为根本，然后有果报，就是方便为究竟。那很多人在念佛的时候，或者在念经的时候，就这样念过去，并不晓得他所念的含义是什么。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自行发愿。发菩提心，这个是叫做正行；修诸功德是叫做杂行，一种辅助。修功德，功德是学智慧啊，学什么啊？那就是说人生要定一个目标。人的一生很短，顶多是60-70年。那短短的这60-70年，大多数的人是盲目的过了这60-70年，没有目标。那没有目标就是白白的浪费了，他没有办法体会到人生的这个意义。所以发菩提心的是一个因，发起这个心啊，是为众生奉献。很多佛教徒有一个错误的概念，认为信佛呢就洋洋得意，自以为了不起。佛在人间要落实是去服务众生，不是让众生服务。这个是修诸功德。多数的人都是自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才华比别人高，才华比别人强。但是人的这短短的60-70年没有目标，他的这个一生的成就呢，都会变成是一场空。不管你的才华有多大，不管你的能力有多大，不管你的聪明有多了不起，不管你的功德有多大，这一些都是假的，这一些都是过眼云烟。没有这一层概念，他就无法修诸功德，无法修诸功德，就无法落实信仰。
高明的法师来诵诵经，请得道的法师来为他接引。其实没有任何高明的法师，没有任何得道的这个法师可以接引众生，只有佛跟菩萨有这个能力。这个就是来接引来引接十分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念佛修行不只是比手画脚而已，必须要知道，那众生何德何人可以赢得诸佛菩萨的来引接呢？这就是信念的这个问题。信之一致啊，这是十分重要的。信如果没有兑现，信仰如果没有兑现，它就没办法成为事实。所以人生百事啊，它往往只是一个这个流程，永远只是流程。所以在人间没有办法承办一切的这个功德。正念与杂行是相辅相成的，它并不冲突。那么正念正法就是落实信仰的这个道理，对人处事这个方法。发菩提心是以无私的这个概念为众生，无私的这个概念叫做发菩提心，是真心，一心正见道。如果没有这个一心真见道，那么他所说的这个道理，不管有多好，不管有多好听，不管是理想有多大，抱负有多大，这个短短的60-70年之间，只是一场梦。那落实的这个概念，就是信之一致，要使它落实。这个临终的这个正念啊，以及这个杂行啊，这个杂修啊，在人间的这个种种功德啊，这个都是对这个众生而言。佛教徒经常也犯了跟众生一样的毛病，因为佛教徒也是众生。很多佛教徒都自以为了不起，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很多佛教徒犯了这一种毛病，那就是舍弃了一种毛病，重新再归结到一种毛病，它是不会成功的。这个人的这个生存的这个概念，以及活动为什么要生存，活动的这个概念，也往往是掉入在自己所设的这个错误的框框里面，因此他无法随遇而安，他无法得到真正的这个真理。
夫喜欢伪装圣人啊，这是很空虚的；凡夫也很喜欢自以为是啊，自以为得道啊，这是众生的信念。那他离正念、正行都有很大的距离。那一旦离正念正行，就不叫做佛法。正念正行它是落实的，落实是用杂行的方法去进行。也就是说，正念正行就是破除了我执跟法执。这个佛教徒为什么会无法理解经教的这个理论？第一是依文解字，第二是自以为是，自以为自己很聪明，这个不见道而自以为见道，这一些都是因为没有发菩提心的因素。那么能够赢得诸佛菩萨来接引，佛教徒没有看到自己本身的这个毛病啊。佛到人间是来服务众生的，不是来让众生服务的。这一点理解了，那就容易落实了。多数的人他这个无法理解这一点，所以不管怎么修，永远都只是一个虚假不实，永远都只是空，毫无意义的这个修行。今天就暂时